各位朋友，你哋好。今日立法會咧又繼續我哋漫長嘅會議，因為咧我哋仲有咧10條8條草案咧係要審議。咁當然亦都有梁振英提出呢個5司14局嗰個決議案啦，但係佢係排得好後嘅。咁我哋咧就而家由朝到晚都開會㗎啦，今晚開到10點，聽晚開到12點添。咁盡力去做，但係有啲議員咧就成日咧就要點法定人數，因為基本法話咧立法會法定人數咧係要半數，咁我哋60個議員咧要有30個坐喺度先得，一少過30個咧議員就會企起身，就話要叫主席打鐘，咁所以咧立法會就日日喺度打好長鐘。咁因為有啲議員咧唔係審議嗰啲嘅咧，佢有陣時係未必會喺會議廳嘅。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，民主黨咧係覺得我哋要堅持咧，係喺我哋落任之前，即係7月中咧，就要應該審議晒所有呢一屆嘅條例草案。但係梁振英嗰個決議案得唔得咧？咁我相信咧就問水啲啦。除咗立法會大會咧，財委會亦都工作好繁忙。我係財委會嘅主席，而家係審議緊呢個5司14局嘅財委會撥款文件。咁樣咧就去到個階段咧，就係睇下議員提出嚟嘅議案係大家同唔同意處理，咁亦都係每一次咧要表決，不過多數咧都係被否決噶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做財委會主席咧，我係會秉承以往好多年嘅做法，就係會不偏不倚、公正、公平、公開咁樣去處理。雖然我係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，但係我係唔會理黨派嘅。我覺得任何一個議員做立法會大會或者係任何一個委員會嘅主席，都係要公平公正。其實喺社會上，任何人做其他機構嘅委員會主席都應該係咁做。所以無論有啲咩嘅風浪，有啲咩嘅譴責，我都係會堅持用呢一個公平公正公開嘅方法去主持財委會嘅會議。